天之道也，一时而大化，德之道也。故二者不可却一，阴阳并行，刚柔相成，仁义以生，人居其间，上通高明，下履薄厚，是谓至诚，以及悠久。此中和之德全，人治之性静，合天地而定日月，滋生辰而同鬼神，君子成行，如此其真也。故后德载物者，德之德也，坤之用也，君子之以成其法的之行，与自强不息，亦明明德，亦止至善，亦守其中和以达未欲，宜治其人志以成臣民。此自古圣人之修，而立教之所指也。有谓者通于无谓，不言而信，不虑而终，其德大化，其用远宏，其名实永服，其道大同，是谓之中。为人类之宗，故为人道也，为人教义。乾坤二卦先指其刚柔，含洪光大，安贞，节存诚，顺干法坤，体坤承乾，一道同德，功用司权，是名玄德。玄之又玄，上者位下，地者青天，内者域外，明者越前，以立于一，至于中庸。